中日兩國關係持續緊張。央視話，今個月中國計劃去日本航班超過40%航班要取消。日本機場高層話，今後嘅情況唔太明朗。中方再次敦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收回錯誤言論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星期喺國會答辯嗰時就話，日方根據舊金山和約放棄有關台灣嘅全部權利，並且冇認定台灣法律地位嘅立場。中方批評佢引用非法無效嘅舊金山和約，甚至妄圖煽炒所謂台灣地位未定論，係不思悔改，錯上加錯。中方對此堅決反對。中日關係持續緊張，影響航空交通業。央視尋日報道，中國境內今個月計劃到日本嘅航班裏面，超過40%航班要取消航班數量超過1900班。央視話，上個月15號之後，去日本嘅旅客量下降，其中喺上個月25號當日旅客量比起上個月15號減少大約2%。營運大阪、神戶機場嘅日本關西機場公司就話，受到中國旅客避免去日本嘅影響，來往日本關西機場同中國嘅航班數量原定今個月每星期有525班，今個月第2個星期將會減至348班，並且預計出年1月航班平均減少大約8%。機場高層話，今後嘅情況唔太明朗，希望盡快恢復。中日文化交流繼續受到影響，日本女歌手大龜真希上星期5喺上海演唱動畫《海賊王》片尾曲嗰時，個咪突然冇咗聲，熒幕熄咗燈，有工作人員指示佢離開舞台。主辦單位將過去週末嘅活動取消，並且解釋因為不可抗力嘅因素而終止。而喺北京，外交部再次敦促日方收回錯誤言論。在大是大非問題上，日本不要妄想蒙混過關。我們敦促日方以史為鑑，深刻反省，嚴肅對待中方要求，老老實實收回錯誤言論，以實際行動體現對中方的政治承諾。日本經濟新聞社同東京電視台上個月底進行民調，結果指高市內閣嘅支持率係75%，唔支持率就有1%，係高市內閣自10月上台以嚟連續2個月支持率喺70%以上。無線電視記者朱兆麟報道。